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你即马所收听的是汉字之声广播电台恒春仔的事相机，由恒春仔为大家主持服务。即马要进行的单元是台语小常识。今仔日要为大家报告的是蒙莲甲饼节的关系。咱还未先讲蒙莲甲饼节的关系进前，咱先来练习一遍台语的饼节。第一声甲第五声是饼声，意自外的第二声、第三声、第四声、第六声、第七声、第八声，拢是这声。来，咱搁讲一摆。第一声甲第五声是饼声，意自外的第二声、第三声、第四声、第六声、第七声、第八声，拢是这声。续来，咱要讲的是蒙莲甲饼节的关系。咱过年咧搭蒙莲的时，有人毋知影上联、下联是要安怎搭，有时也会搭颠倒反。恒春是遮甲大家报告上联甲下联的分别。咱面对问的时阵，上联是搭伫个正边，下联是搭伫个倒边。但是咱摕到蒙联，是要哪判断倒一句是上联，倒一句是下联呢？真简单，蒙联的最后一字，上联是这声，下联是饼声。搁讲一摆，蒙联的最后一字，上联是这声，下联是饼声。举一个例：天经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。寿是第七声，属于这声；门是第五声，属于饼声。所以天经岁月人增寿，这句就是上联，爱搭伫个门口的正边。春满乾坤福满门，这句就是下联，爱搭伫个门口的倒边。搁举一个例：平安家顺年年好，吉祥人和日日春。好是第二声，属于这声；春是第一声，属于饼声。所以平安家顺年年好，这句呢，就是上联，爱搭伫个门口的正边。吉祥人和日日春，这句就是下联，爱搭伫个门口的倒边。安尼大家有清楚无？今仔日向大家报告到这。以上是汉字之声广播电台恒春仔的事相机独家放送。恒春仔的台语小常识，感谢收听，后回空中再相会。